食自助餐若像安尼爱180块，唔知咱的乡亲接袂接受？伫校园内底物件一般拢是上俗的，学生会收钱买。伊毋过伫台东大学的自助餐业者都接手经营差不多1个月尔，都好学生批评讲，硬4项菜，佮加一支鸡腿，这鸡腿嘛毋是真大只，讲安尼爱180块，这比一般这个便当佮较贵，而且鸡腿呢，佮敢若煮无熟，业者今年就有出面回实咧，讲是头一摆经营，较无经验会改善。芝麻酱、煎丸啊，菜色澎湃自助餐，就伫咧台东大学的学校内底。店3月底才开幕，无够1个月，煞扣同二咸甲老烂。公园台东啊，青菜、冬粉含菜卵，加一支细鸡鸡腿，就要180块。小上的刀数够真济，有学生啊硬4项青菜，买160块。我觉得是真的有点贵，因为市区的便当店也没有到这么贵。一个介绍，幕后学生啊，拢海餐，比学校路口的便当店贵到要死。除了介绍证据，有学生啊嘛讲鸡腿食到一半，内底嘛敢若煮无熟。对这个证据，业者嘛赶紧出面回实咧。感谢那个同学对我的那个批评跟指教啦，所以我自己研究以后，我就觉得说，就用这个秤子来计价。业者请头啊是用块来算计算，即马会用磅啊称，每100克12块到18块来计算，卖看菜色变化来做调整，希望会当避免争议搁一摆发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